大家好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哋公司以及你哋嘅客戶建立咗 Offsite Backup 未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單震撼 IT 界嘅真實災難。今年9月，南韓政府數據中心大火，呢場火災導致858TB 嘅政府數據可能永久遺失，超過600個政府服務即時癱瘓。事件嘅核心教訓係咩？就係佢哋冇做好異地備份 Offsite Backup， 佢哋將所有數據都放喺同一個數據中心，結果一場火災就將所有數據一次過摧毀。要避免呢種災難，我哋必須遵守3-2-1備份黃金法則：3個副本，即係1個正本，2個備份，2種媒體，例如硬碟同磁帶。最關鍵嘅係1個副本必須放喺異地。好多人一聽到異地就諗起雲端，但其實唔一定。所謂異地，可以係你公司嘅另一個分部、另一個機房，甚至係租用嘅災難復原中心。只要地理位置同你嘅主數據中心係分開，就已經符合異地嘅定義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點樣建立一個安全可控嘅在地異地備份方案。要實現一個可靠嘅異地備份，你需要一個聰明嘅指揮官。呢個角色就由 Arctera Backup Exec 擔任。第一，統一指揮。Backup Exec 提供一個單一界面，你可以同時管理你嘅本地備份 Backup 同異地複製 Replication。你唔需要登入幾套系統，喺一個畫面就可以睇晒所有備份任務嘅狀態，極之簡單。第二，高效複製 Optimized Duplication。Backup Exec 有一個專為異地複製而設嘅功能，叫做最佳化複製。佢會將你喺本地儲存裝置上嘅數據，以最高效率複製到你喺異地嘅另一台儲存裝置。第三，節省頻寬。異地複製最大挑戰係頻寬。Backup Exec 內建嘅全域重複數據刪除 Global Deduplication 可以喺複製之前先分析數據，只傳送獨一無二嘅數據塊 Unique Data Blocks， 大幅減少需要通過網絡傳輸嘅數據量，幫你慳返好多頻寬成本。第四，安全保障。複製過程全程採用 AES-256 加密，確保數據喺傳輸過程中絕對安全。同時 ，Backup Exec 嘅 Ransomware Resilience 功能可以保護你喺本地同異地嘅備份檔案，防止被勒索軟件惡意修改。有咗指揮官，仲需要可靠嘅堡壘。呢個就係 NetApp 儲存設備嘅角色。要建立異地備份 Offsite Backup， 架構好簡單，但點解要揀 NetApp？ 主要有3點。第一， NetApp 極致可靠。以 NetApp 特別為數據安全而設嘅 RAID-TAG 技術，可以容許同一時間有3隻硬碟損壞，而數據都唔會遺失。咁樣就好似為你嘅資料加上咗頂級嘅多重硬件保障，令你喺營運時可以更輕鬆、更放心。第二，不可變嘅備份。NetApp 儲存系統利用其強大嘅 SnapLock 技術，可以將你嘅備份妥善鎖定為不可變更 （Immutable） 同唯獨 Read-Only 嘅狀態。呢項 Worm Write Once Read Many 嘅功能，確保咗你嘅寶貴資料無法被惡意軟件、病毒或勒索軟件修改或刪除，以符合嚴格嘅法規同審計要求，如 SEC 17A-4。有咗 SnapLock 嘅保護，即使面對最惡劣嘅威脅，你嘅資料都可以保持原狀，絕對唔會被惡意破壞或篡改。第三，數據隔離保護。要有效保護資料，隔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。而 NetApp ONTAP 架構支援 Logical Air Gap 嘅功能，就可以為你嘅數據築起一道安全牆。佢可以確保你嘅備份資料同主要系統保持邏輯上嘅隔離同安全。咁樣即使不幸遇到本地故障，或者係現時最常見嘅勒索軟件攻擊，攻擊者都無法接觸或加密呢啲已經隔離嘅備份副本。簡單嚟講，佢為你提供咗一個獨立且不可篡改嘅數據避風港，確保你可以喺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用乾淨嘅備份快速還原，
真正保障業務持續運作。總括嚟講，透過 BackupExec 作為統一嘅備份指揮官，再配合 NetApp 儲存設備分別部署喺本地同異地，我哋就可以建立一個完全可控環境。數據由始至終都喺你自己公司嘅設備入面，唔經第三方，方案安全可靠。企業級加密同勒索軟件防護確保數據安全，即使主數據中心完全摧毀，你喺異地仍然有一份完整，可隨時恢復嘅備份，作為妥善嘅災難應變。記住，投資係一個真正嘅異地備份方案，就係為你公司最寶貴嘅資產數據買一個最可靠嘅保險。如果有需要，請即聯絡我哋 ACW， 我哋會有不同嘅限時優惠。多謝大家。